以下情況千祈唔好做塔羅占卜。今日要提各位，有幾種情況係唔建議大家做塔羅占卜㗎，否則可能造成唔好嘅影響喎。首先，當你情緒焦慮、極度唔穩定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占卜，因為解讀塔羅咧需要專心同埋冷靜，情緒波動太大會影響能量，導致占卜唔準，好難俾到客觀指引大家㗎。第二，身體唔舒服嘅時候都唔好勉強，身體狀態差會影響精神，能量亦都影響占卜準確度，所以建議休息足夠同康復之後先去做占卜比較好。第三，如果你有選擇困難症，咩事都要靠塔羅做決定，例如晚餐食乜都要問下先，咁你最好停一停啦，因為塔羅只係輔助，唔可以代替你本人思考同面對問題，過度依賴會令你失去自己判斷能力㗎。最後，如果你極度無助，完全冇晒主意，淨係想塔羅幫你話事，咁都好唔健康嘅。始終塔羅只係俾個方向同參考你，最終人生嘅路都要自己行。記住呢幾點先至可以健康正面咁運用塔羅，幫到自己。仲有咩問題？歡迎留言問我，記得追蹤我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， 下一集見。